谁到了？李卫。怎么不早回啊？还愣什么？快让他进来啊！这。哎呦，李大人，你可来了！走。哎，等。我已大半天粒米未进了。哎呀，您知足吧。您知道我们近来过的什么日子吗？快！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我现在是多一句都不敢说呀。您呐，赶紧见驾吧。走。是。快！臣李卫恭请圣安。你一路上走了几天呀？臣马不停蹄啊，走了15天。朕用600里加急传你，你慢慢悠悠的走了15天，像话吗？旨意说让臣带着家眷，这老弱妇孺走不快呀。哼，一路上游山逛水的，日子舒服啊。不敢。李卫，臣在。朕，你知道朕为什么押你进京吗？皇上天机独断，臣不敢胡猜乱想。朕。你就不想问问朕近来是否安好？皇上近来是否安好？皇上气色看起来不错啊。你回去听候发落吧。臣告退。主子，这李卫好不容易来了，您怎么什么都没说就让他走了呢？说什么？啊？您就把这事情的原原本本当故事讲给他听，这叫朕如何启齿？这说的也是啊。主子，李卫既然已经来了，来就来吧，这么大的京城，还少他一间房子不成？主子，奴才的意思是，那家伙写点子多，总可以派上个用场啊。比如说吧，让他帮着遮掩遮掩呐。哼，朕毕竟还是乾坤之主，天马行空又如何？还非要谁遮掩不成？滑稽，滑稽！怎么样？要不然您再来一碗？不，快睡觉了，吃太多了，存胃里不舒服。哎，到现在您还真是吃得饱，睡得着。要换成是我，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了。哎呀，肚子是自己的，委屈了谁管呢？这次600里加急把您叫回来，一句话又没说。但愿什么话都不要说，见一面就让我回去，那才好呢。您不觉得有点奇怪啊？要是倒退40年遇到这种事情，也许还觉得奇怪，非得到处打听打听。可是现在啊，可这次毕竟是因为有了贺为民的参本，才让您递解进京的。从收到旨意那天起，我就知道这600里加急绝对不是为了我。可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你想知道？我可不想知道。只要这火没烧到自家屋顶，就不关我的事。哎呀，这紫禁城里面的事啊，只要摊上了，没有一件是好玩的，能躲多远就躲多远。哼！那几个花船上的歌妓藏在哪儿？查出来了吗？
皇上身边的人如今口风都很紧，一点线索都没有，就知道是傅恒经了手。这还用你查？我是说，干脆直接跟傅恒要人。你是谁呀？能直接提审傅恒？哼！再说了，他是皇上身边的一条狗，一转身就奏给了皇上，还等着你去找人。既然太后有了话，那就是我的尚方宝剑，你们谁也不用动手，我自己找。那也得先把人找到啊！这么大的京城，藏人容易找人难呐。你放心，自然有人带你去找。谁？你说呢？我拥邸的时候就跟了皇上，那时候他还是宝亲王，对我们这位万岁爷，我还是了解的。他是一个想干什么，谁也拦不住的人。奴才明白。明白就好，多找几双眼睛，给我盯住了。这。进来。皇上呢？问你话呢。嘿，你哑巴了你？你个小兔崽子，你找死啊你！主子有话不许讲，不许讲。什么事儿不许？我问你啊。你只管点头摇头，不算你违背旨意，听见没有？我问你啊，皇上出去了，出宫了，换便装了没有？哎呦，带侍卫了没有？侍卫是不是也换了便装？哎呦喂，我的万岁爷哟，你怎么就不能哎？就是这儿，行。外边候着吧。哦。主子，皇上微服出宫了。我已经让人跟上了。都带了些什么人？只带了一名侍卫，也换了装。我就知道，男人呢，都没出息。你也去，给我看清楚。这。哎，皇上离开之前，谁也别惊动。让皇上再高兴一次。这。接着咱们要干什么呢？什么也别干，认识门就行。让那几个小狐狸精再多活一会儿。哎，站住！站
今天不见客。你连我都不认识，没事我能到这儿聊天吗？武清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哎呀，中堂大人，这是救命啊！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后连皮带骨头吞了那几个小丫头吧？再说了，皇后要是真的动了手，日后主子跟咱们要人怎么办呢？你直接请旨不好吗？我不是不想啊，我是不敢。哎，您知道吗？皇上已经动了废后的念头了。胡说！我骗您干什么？皇上当着我的面说的。再说，这个时候去说，那不是火上浇油吗？宁拆百家姓，不破一门亲呢。我们当奴才的哪敢搬弄这种是非呀？帝后失和，社稷不幸，这个乱子万万出不得呀！所以我不敢去说呀。说不得，说不得呀！哎呀，说又不能说，人又不能不救。那你说怎么办？我现在正停职待参，足不出户啊！那你能不能找个稳妥的人，先把人交给他藏一藏啊？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除了你和我，还能交给谁呢？是啊，是谁陪着皇上去的东协街？皇上连我都没告诉，就带了身边一个侍卫，就李卫的儿子。谁？李卫。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这么干会不会单人不是啊？上有老佛爷，下有皇后，你怕什么？是，给我踏踏实实的干。总管，那几个丫头要是叫唤怎么办呢？只要不弄死，随你们。准备几条麻袋，把人给我装好了。皇后要亲手处置。哎呦，哎，你今天的气色很好啊。我心里痛快，这气色就好。是吗？碰见什么高兴事儿了？我过来之前呢，刚刚听了2个笑话，乐了我半天。哟，是吗？快讲给我听听，来，快讲。那我就讲2个。说，从前呢，怎么样？哎呦，有意思了。怎么回事？你说那个谁？皇后今天特别有精神，给老佛爷正在讲笑话。哦，我再讲一个。说，从前有一个老爹，要带着自己的傻儿子去串门儿。临行前嘱咐说：“你不会说话没关系，见了什么呀，就说一个字‘鼓’，人家就高兴。”傻儿子到了那儿以后，果然见了什么都是一个字儿“鼓”。见了瓶子说瓶子鼓，见了扇子说扇子鼓。那家老爷呀，果然很开心。这个时候，那家的太太走过来了，傻儿子也照样夸了一个字“鼓”。那个老爷一愣，问：“我太太怎么鼓啊？”傻儿子盯着人家太太看了半天，说：“肚子鼓。”哎呀，他也不是皇上吉祥，从哪儿听来这么多？我都笑得岔气儿了。我呀，这也是现买现卖。要说讲笑话啊，皇上知道的比我多了，那呀，真是笑死人呢。哎呦，我都笑不动了。今天皇后的兴致很高啊。笑一笑10年少，愁一愁白了头嘛。来了，收拾好了吗？收拾好了，快让他们上车。喂，人叫我带走没问题啊。我爹那座宅子也挺大的，可是我怎么跟我爹说呢？嗨，皇上上次召见你爹的时候，只字未提。皇上不想讲，你最好也别讲。宫里的规矩你知道，伴君如伴虎，
不是闹着玩的。哎呀，可是现在拉4个大活人到我们家去呀，我总得跟我爹有个说法呀。嘿，这还用我教你啊？先编一个说法，等有了旨意再说。哎，万一要是兜不住，最后挨揍的可是我。嘿，这是皇上的事儿，揍得着你吗？现在是火烧眉毛，救人要紧呐！快一点吧，您快！就是这儿，围起来，一个都不许漏掉。走，快，走。公公没人，什么？这边也没有。不可能，这屋子一个人都没有。见了鬼了！回去。你们这点事都干不成，还有脸回来见我？奴才本来是看得明明白白的。那怎么回事？长翅膀飞了？哼！我就不信，这4个人我要定了，你们就是趴在地下拿狗鼻子去闻，也要给我寻出个下落来。如果找不着的话，你们就找根绳子都吊死在外面算了。时辰不早了，主子，歇了吧。哼，今天皇后讲了个笑话，什么都鼓，一定很好笑。奇怪，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好的兴致？想必是，想必什么？主子们的心里事，奴才哪里猜得着啊？易经上讲履霜之冰，见露之暑，讲的就是征兆。他突然间兴致这么好，是什么征兆不成？奴才不懂卦象上的事儿。你当然不懂了。朕今天去了一趟东歇街，你一定也不知道吧？该奴才知道的，奴才知道；不该奴才知道的，学得挺圆滑。没听到什么吗？没有啊，奴才一天到晚的都在低头忙自己的事情，什么也没听到。不过主子，你还是要珍重为好啊！这天下大事那么多，你也想当言官？不敢。唉，朕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了。什么人来伺候啊？是内务府让我带来的4个美女啊，给您当丫鬟伺候您，随您使唤。这干什么呀？我还用上丫鬟了？哎，说是副中堂关照的啊。哎，副中堂关照的我也不要。爹，这4个丫头我看了，细皮嫩肉的，还挺不错的。哎，您别跟爹说了，他说不要啊。怎么不要？又不用自己花钱的。你就不嫌乱呐？有人伺候还不好？真是救命！小魏啊，就替我谢谢副中堂了。这奶奶，我去了。哎，喂。李小魏，哎，找我有事吗？我有几句话要问你。喂，为什么不在家里说啊？家里不好说，走。哎呀，我这现在走。喂。嘿，干嘛呢？哟，我说公公啊，咱都转了大半个9城了，跟没头苍蝇似的。就你金贵，我不是也跟着转的吗？哎，公公啊，这么大个京城，咱上哪儿找去啊？我要知道上哪儿找，还用得着你？公公，我腿儿都细了。哟，你脖子粗是吧？拿根小绳吊起来试试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，快找！是啊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呀！好，走。小二，菜弄好一点啊。好嘞。我问你，那4个丫头怎么回事？
哎呀，紧张兮兮的，我还以为什么事。你别嬉皮笑脸的，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哎，怎么啦？那4个丫头哪来的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她们是……你说的不是实话，那几个人是江南女子。嘿，江南女子好啊，勤快啊。你别忘了，我爹当年是内务府的，除非是选秀。 内务府找侍女啊、老妈子什么的，从来都是在京城周边、三河、定兴、保定一带，没去过江南。哎呀，那谁知道啊？也许是偶尔找几个来呢。快说实话。他们是傅中堂让内务府送过来给我爹的。我爹年纪大了嘛，身边有没有人让他们照顾照顾喽？你别胡说八道，那4个女子到底和你什么关系？哎呀。 是啊，跟我什么关系呢？好，好，好，你不说是不是？你就学好吧你。喂，海军，哎呀，海军，你别走啊！喂，哎，海军，你，哎呀，海军，你放开我！哎，你别走，小声点。哎，来进来，进来，来坐。那人我见过，你见过？那是个侍卫。 就是他陪着皇上去的东协街，哎，没准他知道。哎，你嚷什么？嘘！为什么突然发脾气啊？干什么都要光明正大，我看不得偷偷摸摸的事儿。哦，我偷偷摸摸，那是皇上。你说什么？哎呀，这里头的事儿多了，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的。你又想编什么瞎话？谁编瞎话谁是王八。到底怎么回事？ 那是皇上的人。胡说！皇上的人能让你带回家去吗？这事啊，我就跟你一个人说，你连我爹也别告诉我。我这差事很不好干，都是顶天的事儿，一个瓦片掉下来能砸死一堆人。那4个丫头到底从哪儿来的？他们是皇上从江南带回来的。什么？哎，嘘，一句话说不清楚啊。 这些日子我算是长见识了。回主子，知道在哪儿了？看来是走漏了风声，把人给转移了。那现在在什么地方？让一个侍卫给领回家藏起来了。哼，鸡鸣狗盗。那座宅子还挺大，不能硬闯进去要人。我看，要不就……你想说什么？没想说什么。 开弓没有回头的箭，要干，我就干到底。那是个御前侍卫，一个大活人，要是没有旨意，怕是活的要不来，我就要死的。快，哎！快点，跟上！还不睡啊？没什么，我不困。哎，是不是好长时间没看见小魏了？见了他，你太高兴了。高兴。别急，等你们办了喜事，你就不用听我打呼噜了。睡着觉你还吃我豆腐？ 刘宝，快起来，快起来啊！什么事儿啊，海姑娘？我好像听见什么地方有动静。有贼？不知道是不是贼，我就是觉得没人啊。哎，再说，
有贼也是瞎了眼的。咱家也没什么可偷的东西啊。哎，海姑娘，你是不是看花眼了？这院子有后门吗？后门，好像有一个，不过从来没开过。你去看看吧，万一有什么事，好有个退路。你到底担心什么啊？我也说不好。这是京城，天子脚下哎。你还是去看看吧。啊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，这边。跑掉！是。快起来呀！快起来呀！有人放火了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有人放火了！快起来呀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老太太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快来一次！哎呀，你快过来呀！老爷，外面有人放火了！啊！有人放火！啊！老爷！老爷，跟我来，走后门，快！快！哎呀，后门在哪儿啊？过来吧，你跟我走。哎呀，快！哎呀，快点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够了，快跑吧！我也没有得罪谁啊！哎呀，反正不是冲您来的。别问，他们想把我烧成炭渣呀！哎呀，好了，没事的。你小子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不，爹，你听我说，走。哎，告诉我，不然我……哎呀，人家是冲那4个丫头来的嘛。哎呀，这4个丫头什么人？不，哎呀，你不说，我不，那4个丫头是，哎呀，皇上从南边带回来的。哎呀，你们还说什么呀？快走啊！老爹，快走啊！快点！王婆，朕知道了。主子知道什么了？皇后的心情忽然大好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她一定是查到了那几个江南女子的下落。主子猜得不错。你怎么知道？奴才就是知道主子猜得不错。你知道什么？我，王婆，你敢在朕面前做什么手脚？你长了几个脑袋？回主子，皇后她知道了。是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哎呀，奴才不敢搬弄是非呀，这里面牵扯的都是主子。奴才要是说错一句，哎呀，皇后知道了是要对他们下手的。她已经回过太后，干什么都行。请皇上体谅奴才们的苦衷啊！朕最大的苦衷就是要救人。皇上不用担心，人已经换地方了，离开了。奴才知道以后，找傅中堂商量了一下，先把人接出来了。怎么安置的？我们俩想了半天，交给谁都觉得不稳妥，最后想到了一个人。谁？李卫。你们还算是会办事。朕让他来，就是要派上用场。哎呀，老爷，我四处看了看，这家客栈挺偏僻的，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人追来的。快，把人先安顿一下。好，我去安排。啊，爹，我好困啊！睡觉去。我就知道，这600里家地叫我回来，不会有什么好差事。
可是没想到，竟然是这么烂的一件事。您现在说话可真要小心了，这个地方可真是个是非之地啊！没想到后宫这位主子下手这么狠。哎呀，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皇上老子寻花问柳，后宫主子呢，争风吃醋，这呀个配的！哎，虽然是件烂事儿，可现在把您夹在中间了。这皇后敢下手，说明有恃无恐。如果知道的人在这儿，恐怕不肯罢休的。不罢休，我就把人往宫门口一放，谁抢得快就是谁的。关上门，爱怎么打怎么打，关我屁事儿！您就别说气话了，万一事情闹大了，弄出个帝后不睦来，是要惊扰天下的呀。那我成什么了啊？把个唱曲儿的不明不暗的交到我手里，谁都不出面，还让我东躲西藏的，差点没被烧死。我有病啊我！可是现在人在手里呀，您怎么办？两边都要，您给谁？怎么，姐夫，有好主意了？好主意没有，坏主意倒是有一个。哎，你不是问两边都要，我交给谁吗？我谁都不交了，我自己留下。什么？那可是皇上的人。谁说的？谁告诉我了？600里加急叫我进京，见了面一句话也没说啊。当时不好开口。哎呀，不把话说明白了，怪谁啊？那这个把人送来的时候，不是说是内务府派来伺候我的吗？那不是找个借口吗？哎，对不起，我这人呐实心眼，怎么送来我就怎么收。那皇上找您要人，您怎么办？哎，要人好啊，我还是那个主意，我把人往午门外一放，谁抢得快是谁的。哼，好一个价钱之臣！哎，别，什么价钱之臣啊？我呀已经辞官了，什么都不是了。哎，你写一个谢恩折子。这个贺为明不是参我抢小寡妇吗？行啊，一个是悲，两个也是报，我呀全都要了。王婆，奴才在。我问你，你们把人交给李卫的时候是怎么跟他说的？哎呦，因为没有领旨，也不敢胡说。主子不讲，我们也不……这我知道。后来我跟傅中堂商量了一下，告诉他这是内务府送过来的几个丫头，也算是主子的恩典。主子，这也是权宜之计。等风平浪静之后呢，你不妥，不妥。哎，怎么？李卫在南门的时候犯了什么案子？你知道吗？风化案。这有什么关系啊？你怎么糊涂？什么叫风化案？贺为明既然参了的，难免是无风不起浪。他要是真的嫉恶成习，那岂不是？李卫，不至于吧？这又没跟他说明白，万一要是……哎，李卫这个人什么事干不出来呀？主子，先别着急，明儿啊我就去看看。啊，要快。这。您这是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这有几个敢跟皇上抢人的？一面敲不响的鼓啊，就得用大锤子敲。哼，自古帝王游龙戏凤，您光敲几下没用。哼，敲不响，我也让他痒痒一阵子。手里攥着先帝留下来的一堆银子，就真以为是太平盛世了。一个海关道的案子，就牵出了半个江南官场。他倒好，别的没明白，就带回几个唱曲儿的。姐夫，您昨天可还说不关您的事儿呢？我差点被烧死啊，还忍着，屁都不许放啊！不过这与虎谋皮的事可不是好玩的，弄不好啊玉石俱焚。哎呀，他要是问罪啊，我就装傻，谁也没有告诉我呀，能怪我吗？这事儿还真不好问罪，这是一件不好和外人说的事儿。那就看谁糊涂谁傻了。我看这位主子不是个糊涂人，能明白就最好啊。哼，见鬼说鬼话，见了真佛我也能烧香。反正啊，我把球给踢出去了，看他怎么接吧。烧成这样了，
咱们那位后宫主子可真敢下手啊！李卫呢？那可是一大家子人呢。我问了问地面上的，救火的人说呀，院子里没发现尸体。李卫那家伙福大命大，八成是躲过去了。如此，这事儿牵扯到太后，我不敢贸然回去，所以来找您讨个主意啊。还是不能说。如果李卫逃了出来，会找个地方藏一藏。你们先别找他，过了风头再说。可皇上让我找人呢。干什么？这怎么说呢？皇上是担心那几个女子便宜了李卫。哎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主子说李卫犯过风化案呐。皇上也不想想，李卫是那样的人吗？哎呀，人呐，一碰到这事儿，可能都犯迷糊。总管，总管快回去！怎么了？主子发火了。哎，又为什么呀？好像因为李卫。李卫？皇上，皇上，你们干的好事，我没说错吧？我没说错吧？还说李卫干不出来？你看看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他居然上了仙人折子，他要把那4个人全都纳为侧室。好大的胆子！李卫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去把李卫给我绑来，叫刑部，叫大理寺。怎么不动啊？主子，人是好绑啊，可是什么？交给刑部和大理寺，说什么呀？就说。皇上，此事不足与外人道啊。可是，那是朕的人呐。主子，您还是先稳稳吧。生米眼开要做成熟饭了，我怎么稳？你去，让他来见我，朕要亲眼看一看他这个乱臣贼子的面孔。这。一具尸体都没有找到。没有，地面上我也问过了，也没人看见。你们怎么这么没用？奴才没用。几10捆柴火，还浇了桐油，按说不应该呀。也许，真是这几个人命大。哼，我就不信。接着给我找，就算上天入地，我也要把他们找出来。这怕是不容易。我听说那所宅子里住的是李卫。李卫，主子知道这个人吧？听说过，不过就是皇上身边的一条狗嘛，一块烧死了也没什么。可要是没烧死，恐怕就有点麻烦了。怎么呢？听说这个人有些鬼点子，他要是带着人藏起来，光靠奴才这几个人手，只怕是不够用吧。你去一趟我娘家，见我阿妈，让她想办法。对，老承恩公的手下有的是人，京城外省都有他老人家的门生旧部。我们童家也是有人的。李卫到了，朕该加他个什么罪名啊？把人给他送过去的时候，并没有告以实情。照说，不知者不罪。
不知者不罪。这也是臣的过错，应该早对他说明白才好。你好实心眼儿。还用你对他说明白？李卫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想他早就知道了。早就知道？不会吧？他要是早就知道的话，怎么还会？他这是要跟朕过一招险棋，一步封死，逼朕回身呢。我明白了，他是以此劝谏，他是要敲打我。李卫是忠臣啊，那是你的说法。都说此人从来不按牌理出牌，没想到竟能邪到这种地步。回主子，李卫到了，殿外候旨。皇上，让他在门口多跪一会儿。不必跟他们斗气呀，主子，当心身子。不必嘛。好啊，都有本事了。是啊，富贵妃这姐弟俩哄主子争宠信还真有一套。哼！主子不必怄气，退一步，天宽地阔嘛。没那么容易，让我不舒坦了，谁都别想舒坦了。臣真的没有这个意思啊，请皇上恕罪。臣真的是一点都不知道啊！是吗？那你现在知道了，想说什么？臣呐，是上了岁数，这脑子是越来越拐不过弯来了。是吗？是啊。那你见了那4个乐坊女子，就想纳为侧室，这脑子怎么转得那么快啊？那4个丫头长得漂亮啊。臣呐，就是江南一带长大的。虽然都说江南出美女，可是这么才艺双全的还真不多见，这打着灯笼都不好找啊！朕在江南待了几10年，都没有见过。皇上啊，只去了几天就给碰上了。你想说什么？遇到了几个你没见过的女子，难道还是朕的什么过错不成？哪里？皇上一向圣明，心里只有大清盛世，怎么会有过错呢？哼，你还会说好听的？也有难听的。臣要在这里参合傅中堂。你要参傅恒？